今集閱讀博覽為大家推介嘅係幫港出聲博客說書人嘅文章，題目係國家利益下通緝犯嘅卑賤。黃黑人士總以為過檔歐美之後就海闊天空，點知轉飛第二個國家先知道步步踏空。潛逃英國多年嘅國安通緝犯羅冠聰，9月26號由美國三藩市出發，前往新加坡參加一個閉門活動嗰陣，就食咗新加坡一記閉門羹，被佢入境後遣回美國。新加坡內政部向當地傳媒證實，係以不符合國家利益為由拒絕羅冠聰入境。唔知係邊個俾羅冠聰嘅信心，等佢覺得新加坡會好似英國、美國咁輕易接納佢呢種通緝犯。喺當前嘅國際形勢下，新加坡搬出咗國家利益，唔係以黃黑所謂嘅民主先行，洗警白咁告知一眾通緝犯，你哋嘅到嚟唔單止對其他國家毫無好處，隨時仲會損害佢哋嘅利益。講得白一啲，就係通緝犯生人勿近，自己衰就好，唔好連累其他人。老實講，明知香港特區同新加坡亦都有引渡協議，羅冠聰自以為簽證獲批，不顧一切仍要前往，自恃嘅就係民主傲慢，目空一切。儼如另一位國安逃犯許穎婷，漠視共和黨嘅民主暴力，評論查理柯克遇刺事件，而遭共和黨政客恐嚇驅逐出境。離地嘅思維令到羅冠聰嘗咗一次浪費時間嘅遊飛機可經歷。不論係國家利益定係維護柯克嘅名聲，喺政治現實之下，一群國安通緝犯就係毫無價值。正如今次事件，西方嘅政治庇護失效，不獲尊重之下，美國、英國會因為咁樣而制裁新加坡咩？答案你知我知，通緝犯都知，不過就係有人唔願承認，唔想面對。經過新加坡呢次驅逐教育，黃黑人士都係時候認清，有國家針對中國，從來唔係因為你哋，亦都唔係因為民主人權，由始至終除咗利益，仲係利益，即係打壓中國崛起而維持自己嘅地位。睇住羅冠聰被請食檸檬，民主光環都保唔到尊嚴，可以講一句，通緝犯從來都係如此卑賤。